總價100萬買華僑城別墅，仲要贈送2個產權車位，就係我身後邊嘅呢一套120方嘅別墅戶型啦。地上3層，地下2層，仲要贈送2個產權車位，入戶帶一個大花園嘅。咁喺過年之前啦，華僑城希望啦都係攞咗2套呢一個戶型同大家做特價產品嘅。咁我哋依家一齊帶大家入去睇睇。入戶自帶20方嘅入戶花園，而且仲要係7字形嘅一個轉角位花園啦，空間非常之實用。咁我哋可以自己喺呢度種下花花草草，夏天就可以喺呢邊乘涼，冬天咧就可以約朋友過嚟圍爐煮茶啦。咁再睇下呢一邊嘅1樓入戶，剛好兩側嘅位置啦，就可以做翻一個入戶嘅鞋櫃。睇下佢1樓嘅佈局先。1樓就係我哋嘅活動區啦，以客廳、飯廳、廚房加公共衞生間組成嘅。咁入戶呢一邊可以睇到非常之方正嘅大客廳。咁再入到嚟呢一個轉彎位，就係1樓嘅公共衞生間啦。咁再過到嚟另外一邊啦，就係屬於佢嘅飯廳加廚房，所以整體嘅動線咧係非常之靚嘅。咁呢邊咧可以擺翻一張大圓台或者大方台，到時坐翻6到8個人完全冇問題。咁呢一邊啦，大家就可以根據翻自己嘅喜好啦，做翻一個中廚或者西廚，加翻一個中島台都係完全冇問題嘅。因為佢呢一邊嘅餐廳加廚房係非常之方正以及實用嘅。咁呢一邊咧就係屬於我哋1樓嘅活動區。咁依家啦帶大家去負1樓睇睇。嚟到負1樓嘅夾層，夾層嘅空間非常之實用啦，可以分作5個空間去處理嘅。咁首先我哋嚟到第1個房間，咁呢個房間咧係屬於負1樓嘅公共衞生間。咁如果你唔需要咁多公共衞生間，呢一邊都係可以用作洗衣房去設計嘅。咁再嚟到側手邊啦，因為剛剛同大家介紹過啦，1樓活動區佢係冇客房嘅，所以如果話想多客房嘅朋友咧，呢一邊負1樓就可以用作翻一個客房去設計。咁呢邊咧就係屬於第2個功能房。咁我哋嚟到第3個功能房喎。3個功能房啦，佢呢一邊係做咗一個健身房嘅設計嘅。咁大家咧就可以根據翻呢一個樣板間用作參考啦。咁我哋依家再嚟到佢個第4個房間。咁呢個第4個房間啦，佢係做咗一個影音室嘅。咁到時咧都係可以用作翻電影房或者會客廳都係完全冇問題。咁呢邊咧仲會有第5個空間，第5個空間剛好就可以用作翻一個雜物房啦。咁大家有咩雜物都可以擺翻嚟呢一個負1樓嘅空間。咁我哋依家再去負2樓帶大家睇睇。負2樓啦，就係由一個收藏嘅功能房，再加出面呢一個會客廳組成嘅。咁佢呢一邊嘅會客廳位置會比較大，到時根據翻自己嘅需求去設計就 OK 啦。咁會客廳出到嚟啦，就會係嚟到我哋嘅停車房。佢目前嘅呢2套特價單位啦，都係贈送2個產權停車位嘅。咁到時我哋停好車之後，嚟到呢一邊啦，就可以直接翻嚟我哋嘅1樓客廳啦。再嚟到2樓，2樓就係由2個房間加1個公共衞生間組成嘅。咁而且佢呢一邊嘅2個房間咧，都係自帶大露台。咁我哋依家可以睇下第1個大房間。咁呢一個房間就非常之方正啦，作為我哋嘅大客房，可以擺翻張1.6到1.8嘅大床都完全冇問題。咁而且呢一個大客房啦，出到去仲會有一個大露台。咁呢邊嘅露台啦，主要係望翻我哋自家嘅花園為主嘅。咁呢邊啦係屬於2樓嘅第1個客房。咁我哋依家嚟到第2個客房。第2個客房都係非常之方正嘅。咁呢邊可以擺翻張1.5到1.8嘅大床，側邊都係剛好會有一個位置做翻我哋4到5開門嘅定製大衣櫃。而且呢一邊出到去啦，都仲會有一個大露台喎，所以整個2樓嘅設計啦都係比較好嘅。2個房間分別會有專屬嘅一個大露台。咁再睇翻佢呢一邊嘅公共衞生間，因為1樓咧佢係冇做淋浴間嘅，但係2樓呢一邊咧就有做到淋浴間以及乾濕分區。咁呢邊咧就係屬於佢2樓嘅設計啦。3樓就係我哋嘅主人層啦。
房間、主衛間，再加我哋嘅衣帽間，再加一個大陽台。咁呢度咧就係嚟到咗我哋嘅主人房。主人房嘅位置都係非常之方正嘅，可以擺翻張米八嘅大床啦，兩邊仲會有床頭櫃或者放翻梳妝台嘅位置。咁再嚟到呢一邊就係主人房嘅主衛間。咁整體啦都係做到乾濕分區嘅設計。咁再嚟到旁邊嘅位置啦，就可以見到佢嘅衣帽間啦。咁呢一個衣帽間啦，剛好可以按照我哋樣板間做翻一個七字形。咁呢邊嘅位置可以做翻梳妝台，或者做翻我哋嘅辦公台，都係完全冇問題嘅。咁呢一邊功能室出到去啦，就係我哋專屬於3樓主人層嘅大陽台啦。咁整體嘅舒適度啦，都係比較高嘅。咁呢邊啦就係屬於佢3樓嘅一個設計。好啦，睇完呢一個120方嘅別墅樣板間，地上3層，地下2層，帶入戶大花園，仲要贈送2個產權車位。咁目前啦都係有推介2個特價單位嘅，咁分別係 C3 棟嘅107以及 C4 棟嘅109。咁佢目前嘅特價單位總價都係去到100萬左右。咁如果感興趣嘅朋友想以總價100萬就入手呢一個華僑城別墅，就可以直接約我哋睇別墅啦。咁如果想了解華僑城希望更加多嘅相關資訊，都歡迎大家屏幕方下面留言嘅。咁呢一期嘅影片就到呢度結束，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忙碌咗大半世，想揾個地方安心養老，但係買樓手續多，裝修又麻煩。放心，約一幫你搞掂，專精客戶需求，流程透明，由你話事，打造專屬夢想之家。鎖匙全包，屋企交俾我哋睇住，專業團隊幫你把關，無後顧之憂。住得有問題，隨時揾我哋。灣區活動、政策福利、生活貼士，第一時間話你知。約一站式安家好易事，由揾樓、裝修到安頓，我哋陪你一步到位。